来自南非、斐济、密克罗尼西亚、智利、阿根廷等23个国家，总共25位外宾，3月20在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的安排下，来到台江科技渔人颜荣宏的公司参访。会中针对台湾水产养殖发展的 AI 智慧系统进行交流。You have a cloud, and you have locally different sensors and actuators. What device are you using locally? 透过这个怎么样的管理模式是把人力减少的，然后又可以吸引年轻人来为这个传统产业尽力的，目前看起来就是AIoT 的系统整合，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向跟做法。那目前吸引这个全世界大概23个国家来取经的这个活动主要也是因为我们真的落地了，花了3年的时间，把这个系统作为一个完整的整合，然后也可以这个开花结果了那另外大家一直担心的是渔电共生是不是呢？增重电假养殖这件事情，也可以透过这样的系统来做一个养殖事实的查核，然后也让这样的大数据呢，让政府监管单位都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到底养了多少鱼，然后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收成。这套 AIoT 智慧水产养殖系统，不但可及时掌握鱼温的各项资讯，也可透过远端操控投放饲料、给养等各种功能，透过科技辅助，让精准养殖不再只是口号。3位很重要，就是通讯、战情、物理，这3个很重要，这是关键因素。这3个拿好了后，所有的碳权碳汇我们就可以计算。咱到底用安尼智慧养殖新瓦新瓦材料，我们就可以完整计算。所以弄到最后就是算力，现在未来就是往算力在走。参访团成员认真写着笔记，也积极提问，希望将这项技术引进到自己国家，提升国家水产养殖发展。Fiji really still does not have this technology, and from learning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have here, it would really help because lots of times used to have training with those who have fish farms, and they used to do the manual feeding. Having this technology or adopting this technology would be really great because it would be saving labor. Instead of running all the way from where they are, they could just press the button and then the fish are fed. 这次带23国25名的这个外籍学员来台湾，然后到台江农业生技这边来参访。那主要是想要跟这些外籍的学员介绍台湾在养殖渔业上面智慧控制的一些成功的经验。那当然也希望说把这样子成功的经验跟技术可以转移到我们友邦友好的一些国家。不只在公司交流，参访团也实际来到渔温参观，体会传统渔温融入智慧养殖后的转变。确信透过科技，可以让渔民好像有了超能力一样，从远端就能管理多个渔温，达到异地共管的策略。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